講到這中國呢，提這日本和菲律賓經濟海峽談判做借口，派真濟海警船來到台灣的東部，講是要執行海上交通專項執法。不過，這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宣布行動結束，佮把這船仔設一輪台灣的圖展出來互看。咱的海巡署就批評中國佇遐烏白轉，強調咱攏有佇咧監控，也批評中國是借題發揮。那在今仔日呢，這中國的公務船有2隻入侵到這南沙太平島的禁止水域，故意來遮惹代志。用日本甲菲律賓佇咧進行專屬經濟海峽111談判做理由，中國初六開始派幾多台船艦佇台灣東部海峽，講要執行海上交通專項執法。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初七宣布行動結束，展出涉台灣一連的示意圖，講佇咧過程中進行掃描檢測，巡查鋪設海底電纜光纜的水域，也查驗198台船。咱海巡嚴正駁斥中國的講法，雙方佇相關過程攏有對經過商會輪放上話會，跟他部分有回應。部分的是有回應，他的下一個港口等等資訊。那我們回應的話，有的船舶是回應收到，假執法真騷擾。那海巡署全程派艦艇監控，強勢驅離，破解中國營造管轄權的假象。海巡署講，11世紀共2台中國公務船駛佇咱太平島的禁止水域，海巡艇出動近距離監控驅趕。中國的船無顧到海上航行的安全，兩邊惡意駛向，經過15分鐘才離開。海委會佇社群平台鋪出行列，用英文講，中國正佇咧系統性了台，完全無安全的挑戰國際秩序。對方的做法其實就是借着一次又一次的可能突發事件，然後步步進逼嘛，不要說是隱憂，我認為是明憂。雖然中國繼續反對，不過菲律賓外交部長拉薩洛講，菲律賓會繼續推進甲日本的談判，並且講談判甲中國無關係，因為相關水域是灣郡台灣，唔是中國。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及びエネルギー移行の協力に関する文書や重要鉱物の資源循環等の協力に関する文書が交わされたことを大変嬉しく思います。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加馬來西亞首相安華，隨即佇咧東京舉行會談，決定佇石油產品供應一個關鍵礦產的合作以外，也簽海上保安機關合作備忘錄，被認為是高市政府佇咧推動升級版印太戰略的重要一步。記者綜合報道。